讲到这亚洲金瓜伫台湾的分布范围是愈来愈宽，上起头只有高雄凤山尔，想袂到最近这苗栗也出现，其中伫台南的大江国家公园，这几年总共除掉4000多只，上济一暗就掠300只。大江嘴也讲，安算5、6月啊，会固定排时间请志工去掠，要甲这总数量控制伫咧1000只以下。 这只土黄色7.5公分大的亚洲金瓜，唔通看伊细只，伊唔内钻入土坑，爬树瓦，搁会闭伫树叶内底，互人沙无长。这种外来种，即阵当咧世界探，大江国家公园2018年头届出现伊的影只，今年来因已经除掉4000多只，上悬纪录一暗会当掠到300只。大江处指出，亚洲金瓜参大自然色水真强，地数恶发现，每就应改变方法，才甲数量控制得来。那是外来种啊，当然会有点怕。听到迄那像牛咧叫的声有无？这都还蛮恐怖的。栖息环境内底要甲找到伊，足困难，数量大概无到100只。所以阮就感觉安尼袂使，阮就走去一条自行车道去遐等伊，伫落雨了，伊会出来笑我，伊就会叫。会叫的时候，阮就发现讲伊伫对遮，阮就伫迄个地方、迄个所在加强去甲巡逻，甲掠开。 这种外来种上起头是伫高雄凤山互人发现，到呾探到苗栗去啊。主要因为伊的生产速度非常紧，每一胎就通生5000粒的卵。大江厝讲，因遮生态多元，惊影响到生物的分布。目前已经把遮的数量控制伫1000只以下。有学者认为，若要有效控制，爱较接去巡查。 借由这一种增加人力啦，其实是一种方式。美国他们现在就会利用这个柠檬酸，来进行这个蛙类的移除。施用这些药剂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对这些本土的蛙类造成影响。虽然是一个可行的方向，但是在进行之前，其实都需要再审慎评估一下。大江厝规划5、6月份，固定每礼拜二会带志工到店去掠，因为嘛按算后个月29要办防治教育宣导，要互大家明白外来种迁入对生态影响，毋望达到防范的效果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